来是有关到花莲县长的选举，资深的媒体人黄复兴出身的何启成，公布办着鲍坤基甲伊太太徐静慧轮流掌控着花莲的政治资源23档，所以伊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花莲县长。另外，国民党出身现任无党籍的议员魏家贤已经表态要来参选。有风声讲民进党要甲伊合作，加上议长张俊的系统，要来拼倒鲍坤基的家族离花莲的势力。花莲不姓傅，花莲是花莲人的花莲。甲问题指向鲍坤基、徐静慧两翁仔某，长期甲花莲落条条。伊是国民党黄复兴系统出身，资深媒体人何启成。徐榛蔚他的县长任期届满又能够指定这个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种的政治的世袭，这种的家族的垄断，应该要有人能够站出来，能够打破。不办鲍坤基和太太徐静慧轮流掌控县政和政治主权，都要23年，讲希望代表国民党出战花莲县长。不过今晚哪赢什么选的人多？何启成有新闻学校总校长张阿中小天，传出背后有鲍坤基系统支持的安乡长尤秀清，和前花莲市长叶兆辉嘛要来挑战。对这件代志，给安乡长尤秀清就讲，未来若国民党有联会安排，会无惊无险，做好接受上严格检验的准备。我主张的举办党内的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初选，政治势力不铲除，我觉得锐意革新将会成为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嘲讽。那国民党出身现任无党籍议员魏家贤已经表态参选，传出民进党是要和魏家合作，加上议长张俊系统要来拼引导保界势力。我尊重国民党的那个征召或者是提名的人选。那我现在目前最在意的，那就是我们光复乡这个重建经费的编列。2026花莲县长侪人小争拼大会。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